清明，天清地明，追思踏青。喺春分之後第15日，我哋迎嚟第5個節氣清明。佢通常喺每年4月4日至6日之間嚟到，係24節氣中唯一一個既係節氣又係傳統節日嘅特殊日子。歲時百問中解釋，萬物生長此時，皆清潔而明淨，故謂之清明。呢個時候，冬天已徹底遠去，天氣回暖，空氣清新，陽光明媚，大地呈現一派春和景明之象。古人稱此時吹拂嘅東南風為清明風，暖濕宜人，正係微風分風嘅意思。古人將清明分為3候，細膩觀察自然嘅變化。1候桐始華，白桐花開始綻放，如串串風鈴掛滿枝頭。2候田鼠化為魚，起音嘅田鼠朵回動悅，喜陽嘅鵪鶉類小鳥活躍起嚟。3候紅翅見，雨後天空開始出現彩虹。呢3候生動描繪咗清明時節陰陽消長、萬物復甦嘅景象。清明節嘅習俗非常豐富，主要分為2大主題。第一係掃墓祭祖，慎終追遠。清明祭掃嘅習俗源於融合咗寒食節嘅傳統。寒食節係為咗紀念春秋時期晉國宗臣介子推當日禁火冷食。唐代以後，寒食與清明逐漸合併，掃墓祭祖成為清明最重要嘅活動。呢一日，大家前往祖先墓前，獻上鮮花，清理雜草，表達對先人嘅懷念與感恩。2係踏青郊遊，親近自然。清明時節，春回大地，正係出遊嘅好時候。古人將掃墓與郊遊結合起嚟，掃墓之後順便喺山鄉野間遊樂一番。放風箏亦係清明嘅傳統活動。古人認為將風箏放上藍天後剪斷牽線，可以讓疾病霉運隨風飄逝。對農民而言，清明係春耕春種嘅關鍵時期。農諺話：植樹造林，莫過清明，正係播種希望嘅好時節。清明教我哋喺呢個清潔明淨嘅日子，我哋一邊緬懷過去，一邊珍惜當下，感受生命循環嘅奧秘與美好。